講起三鄉嘅鼎威花園，好多人真係又愛又恨，愛佢嘅地段，愛佢嘅園林，愛佢嘅品質，恨佢嘅價錢，永遠都係賣到三鄉最貴嘅。喺三鄉113平方可以做到4房2廳2衛，而且呢仲係南北通透嘅，可能只有鼎威呢個樓盤啦。入門嘅一個左手邊呢係全贈送嘅一個細房間啦，而家係做咗榻榻米，你可以做兒童房啦，或者係做個書房嘅。右手邊呢係做咗呢個到頂嘅鞋櫃啦，呢度呢仲有一排凳，你可以坐住換鞋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全屋呢都係安裝咗呢個美的嘅風管機空調，南北通透嘅餐客廳。佢裝修風格呢係而家非常之流行一個無主燈嘅設計，非常之溫馨，而且呢好百搭嘅。梳化係美黃色嘅，好柔軟嘅皮質梳化。我哋而家出嚟睇下呢個陽台。陽台就非常之大啦，有7米幾長。其實你完全可以喺嗰邊呢加一間房出嚟嘅，唔怕嘈嘅，因為呢度係離馬路係比較遠嘅。其實呢間屋呢，你只需要買啲少少嘅家電，比如話電視啦、床啦之類嘅就可以住啦。大件嘅家私呢，基本上已經齊㗎啦。4人台一個方形嘅餐台，後邊呢仲做咗一排呢個櫃嘅。呢度呢就係我個人非常之中意嘅廚房嘅呢個格局，因為佢有一面全部都係窗嚟嘅，你唔使擔心話油煙出唔到去啦，或者係採光唔夠啦呢啲問題。嗰度煮飯，呢度洗菜，呢度就炒菜。呢個動線呢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我哋而家入去睇下休息區。呢個係客房，擺個1.5米嘅床都可以嘅。公廁呢間房就細啲但係呢擺個1.5米嘅床完全都係足夠嘅。主人房就夠晒大啦，因為主人房整個房間呢有20幾個平方，而且仲係南北通透嘅。做咗一個嵌入式嘅衣櫃。呢度係洗手間，將洗手間嘅窗打開，可以同房間呢度形成一個對流嘅狀態，非常之舒爽㗎。呢棟樓目前開價係119萬8，如果係貸款嘅話，首期呢大概係18萬，供30年嘅話，月供大概係2700左右。三鄉最優質、生活最方便嘅樓盤。